弟兄姊妹，歡迎嚟到跟隨神嘅專輯。今輯咧，牧師邀請咗建聖牧師 Debbie 牧師喺我哋中間。發射2025去到呢個最高潮，最高潮係乜嘢咧？就係127，係啊，呢個差遣禮主崇嘅，咁係應該係611有史以嚟最大、最犀利啊，最高調嘅差遣禮係咪啊？係最多恰巧，係啊，並且係我哋最近有一個新嘅名詞叫做 Yellow, Black and White， 係啊，係啦，就係127嘅差遣禮入邊3個家庭分別係 Yellow 就係亞洲人啦，係新加坡人啦，咁啊 Black 就係非洲馬拉威嘅一個黑人嘅家庭啦。哇，好有火噶喎！我唔知係咪越黑越有火咧，即係佢講到真係，佢講到嘣嘣嘣嘣咁樣，好勁啊！唱歌都好有，即係好有嗰個點樣講啊？完全係我哋亞洲人覺得哇，好似天賦咁樣，神俾佢獨特嘅好獨特嘅恩賜。咁跟住就係 Michael 一家啦，就係南非嘅白人家庭。所以 Yellow, Black and White，Yellow, Black and White 就係我哋講 launch 2025去到12月係同時發射出去，同埋佢哋咧就係聽講啊嚇，一決定咗，因為 Pastor John 嘅嗰個簽證到10號就到期啦。黑人係啦，佢話要走，咁 Michael 就話我未到期，不過我都想同一日走。跟住 Pastor Ben 就係我都未到期，不過你哋走我都走，冇兄弟一齊走，冇一個人想被留低，因為好 ready 啦，佢哋已經滿足啊，係啊，同埋佢哋嘅關係好好啊，同埋咧應該咁講，就黑人同白人 John 同 Michael 佢哋已經訓練1年啦，到時咁Ben 已經2年嘅啦，所以係適合噶啦，適合。咁我要好感恩嘅咧，就係唔單止我哋今次我哋會講127一陣會講啦，即係我覺得神向我哋開啟緊一個新嘅宣教策略。就過去咧就係從人好似安提阿式咁嘅，從人安提阿咧差出去，差出去唔同嘅地方，就去旅遊啊、佈道啊、建立教會，就好以前啲人嚟宣教士嚟中國都係咁啊，差嚟呢度。但係而家我諗覺得而家到呢個地步咧，已經媒體啊，全部全球通啊，知道地球村嘅時候咧，我哋唔再需要咁樣做啦。就係佢哋唔同嘅人 Yellow Black 可以嚟到香港，接受訓練1年2年，佢哋已經有底噶嘛，咁啊再訓練1-2年，再差出去。係啊，同埋佢哋喺我哋呢個生命樹家庭裏邊咧，被包被愛，又睇到牧師師母點處理一啲嘅問題，其實佢哋吸收得更多。係啊，有一個關係喺呢度，佢又認識更多我哋啲人啊，所以佢哋將來啲資源去嗰度又容易嘅。就我覺得先關係後事工咯。係咪啊？如果我哋即係派一個人一對夫妻去嗰度，然之後努力10年都其實冇咩嘢睇。咁但係而家哇1-2年佢哋就可以翻去建立生命樹教會咯。我仲要繼續睇神嘅作為。同埋好好啊！我見到佢哋咧係一家嚟，包括佢哋嘅孩子我都見到好大改變，一齊吸收生命樹，一齊擁抱喺度受浸喎。係啊，好開心啊！真係。佢話佢哋無論係父母啦，定係孩子啦 ，observe。Yes。佢話 observe 乜嘢係生命樹，係唔係你可以講嘅？佢哋 observe 到，佢哋就係啦，感受到並且 taste 到。佢哋知道呢個係生命樹教會，佢哋就想真係將呢樣嘢帶翻去佢哋自己嘅地方。呢個正係以賽亞書61章1-3節所講。從神嘅靈開始到佢哋出監牢得醫治、被改變，夫妻關係改變，思想去改變，係嘛？更加有生命樹啊！然之後戴上讚美衣、喜樂油，同埋即係華冠。
咁樣猜翻去喎，是就被稱為公義樹、生命樹。哇！我覺得真係好感恩、好感動、好開心。對好開心，同埋咧呢個日子咧都係神所定嘅喎。 Amen 即係從我哋母堂呢度第一次猜到南非，第一次猜到去馬拉威，係最遠嘅。係係啊，又猜到新加坡。對，之前是有孫子堂有6間在非洲，但現在是我們第一代哦。這感覺又完全不一樣。係係啊，唔一樣。並且佢哋嚟到母堂，佢哋係真係喺呢個階段，喺2025年喺呢個階段25週年嘅呢個階段，佢哋覺得哇，真係好豐富，好 deep and wide，真係。Amen。我也覺得很像是一個印證啊，就是年頭牧師講發射2025，對啊，對，那來到12月了，一次就3間了。係啊，對對，真係唔可以人做唔到嘅嘢，係神做一切。Amen，真係。我覺得係奇蹟嚟嘅，因為咧嗱呢個週刊11月9號2025年係啊，係嗰日咧，我講以弗所書3章係啊， 1到10節，講嘅時候我都唔發現127嘅。咁我講完之後，我落咗台啦。落咗台之後咧，有一個弟兄佢走嚟，佢話：啊，牧師，你呢個週刊個封面喎，係嘛？係你生日喎，我生日12月70，唔係。誒，但係我睇清楚，誒127，我哋差派又127喎。我覺得係神藉住個弟兄嚟提醒我。原來咧。就係今期我講我自己嘅呼召嘅時候咧，託付嘅時候，生命樹託付嘅時候，11月9號咧就係第1270期嘅週刊，即係1270個禮拜啦。我哋教會成立，咁然後咧我一發覺入邊內頁咧就127喎，就係12月7號差派喎，咁啱咁巧嘅，我知道一定係出於神。仲有詩篇127，係啊，最近不斷嘅喺度睇。係啊，係啊，對啊，我覺得都是神做的。就是其實一路以來都很多人問說，你們為什麼會，比如說你們為什麼你們第一間分堂在古晉啊，在馬來西亞？那其實也沒有為什麼，就是因為有人來讀學房，然後神叫他去古晉嘛，然後他們會問我們說，哇，你們菲律賓有10間分堂哦，是為什麼？其實也沒有為什麼，就是請了一個工人了。然後為什麼會去日本？其實就是有哈尼來嘛，好，就是都有神在。那你說非洲呢？非洲就是因為這個南非這個 Michael 的父親嘛，花了我記得是22個月來到611哦，那從那裡起個頭。所以真的都是神帶的，我覺得。而且神帶領，神蓋章。對。什麼叫發射2025？這個才真的是發射。對啊，而且明年順利的話，應該就哥斯達黎加也會去的，因為已經浸泡1年了嘛。對啊，明年就2年了。對對對，所以都是神在帶哦。對。我覺得牧師那個帶中的劍真是充滿。我們為什麼會選到127呢？就是10號裝的簽證到，對，所以我必須要最後那個禮拜才派，而就選127，就是那麼巧。對，然後就12707然後選舉也是127，是，然後又是詩篇127，對，所以詩篇127很特別，就是帶中的劍嘛，你剛才所說的。所以神的心意要成就了。阿們。我很感恩哦，就是神不斷向我們來開啟，也要祝福他們。他們真的帶着我們很大的期待。是。但是靠着神是可以的。是。阿們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下星期127記住嚟到我哋當中，我哋主崇3堂，每一堂係差派1個家庭。我哋一齊為佢哋嚟歡呼，亦都一齊嚟支持佢哋，無論禱告定係金錢，都一齊支持生命樹編織。祝福大家，下次見。